夠冼達年報道新聞。加拿大政府宣布，下月8號起對總值近200億美元、超過700種美國進口商品徵收報復性關稅，反擊華府上星期六起對加國貨品加徵50%關稅。反制關稅稅率介乎15%至50%，當中鋼鋁關稅由原來嘅25%倍增至50%，而家具同服裝嘅稅率同樣係50%。乳製品、家電、魚類、海鮮以及部分鋼鋁衍生品稅率係25%，電子產品同工具等就係15%。加拿大政府又會推出75億加元嘅財政援助計劃，協助受美國關稅影響嘅行業，包括支援中小企、為企業現金流提供支援，以及幫助工人。財長商鵬飛表示，加方並非主動選擇呢場衝突，但當經濟整合被用作武器，而並非建基於雙贏關係時，加方必須挺身而出，實施對等關稅以及推出援助計劃，將保護工人、農民、家庭以及企業。工業部長趙美蘭就呼籲加拿大民眾購買國貨，將有助保護就業，並對美國發起抵抗運動。而加方選擇向部分美國貨品加徵關稅，係要對美國某啲州份施加政治壓力。美伊暫停談判後，華府對伊朗展開經濟孤立行動。有接近伊朗談判團隊嘅消息人士表示，伊方星期一同到訪嘅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穆尼爾會晤時，希望通過巴方向美方明確轉達有關霍爾木茲海峽嘅立場以及談判條件，包括美國要遵守伊斯蘭堡諒解備忘錄並履行相關條款，當中第5條涉及有關伊朗對霍爾木茲海峽管理安排嘅內容。消息人士表示，巴方正尋求將有關條件轉達俾美國。另外，伊朗議會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戈爾魯表示，穆尼爾已經向伊朗轉達美國希望重啟對話。有巴勒斯坦官員話，伊朗亦都表達咗恢復和談嘅意願，但同時對美方制裁表示關切。巴方就指，美方將喺新一輪談判開始前或期間撤銷制裁決定。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同政治新聞網站 Axios 都引述消息人士指，中情局局長拉特克里夫到咗俄羅斯首都莫斯科進行會談，暫時未知佢同邊個會面以及議題。報導指，一架美國空軍運輸機早前從拉脫維亞首都里加起飛，其後抵達莫斯科市郊嘅機場，現場並有美國外交官嘅車隊。西貢萬宜水庫東壩嘅萬宜地質步道破邊周段，由下月5號至10月7號期間嘅週末、中秋節以及國慶黃金週試行實名預約制度，每日提供2000個名額。不過，預約系統懷疑出現漏洞，同一人嘅個人資料可以喺不同平台重複登記。漁護署表示，已經發現幾宗同日同一時段嘅重複預約，已經安排承辦商取消。呢節新聞報道完。天氣報告。一股偏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嚟驟雨。喺上晝2點，熱帶低氣壓紫檀集結喺海口以西約7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14公里，掠過海南島西北沿岸，隨後移向雷州半島。同時，強颱風沙德爾集結喺沖繩島之東北偏北約15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8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移入東海。天文台預測本港今日多雲，間中有驟雨及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溫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至清勁南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4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星期5日間酷熱，亦有1-2陣驟雨，週末期間仍然有幾陣驟雨。現時嘅氣溫係29度，相對濕度84%。
財經 online。美股道瓊斯指數報53,523點，升106點；納斯達克指數報26,092點，升112點。匯市方面，美元對159.22日元，對加元係1.3833，對瑞士法郎係0.8021，歐元對1.1673美元，英鎊對1.3645美元。澳元對71.57美仙，新西蘭元對59.73美仙。金價每安士報4645.29美元，跌7.02美元。紐約期油每桶報82.16美元，跌2.85美元。倫敦布蘭特期油報88.43美元，跌3.75美元。呢節財經按拉報道完。我係佘詩曼。一線窗突破界限，聯繫無間。貿易單一窗口提供全新嘅一站式電子平台，便利業界向政府提交進出口貿易文件及貨物資料，全面提升營運效率。貿易單一窗口於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貨物資料系統，用戶無需重新登記，無縫過渡。貿易單一窗口，商貿優勢，一線聯繫。從音樂開始。